内莫拉克风采多见已经5张热的，高铁的载气已经常常提重建，所在的乡亲生活也慢慢有过好一些。不过，过多经过的天灾过后产生的问题，最困难开始又出现了。俺嘅记者带乡亲去台东看下先。不是200天啊，唔会太啊，那没有商品价值啊。 可能个人度减3上3嘅物族，因眼就望了摆数新嘅果农入万份嘅摩奶，因本水果就咧卖已经150元嘅货价钱，你下一年卖100口，数日比去年800岁再进钱，减了至少10万口。日本多农产品嘅产量开始出现减少嘅情形。作为还要太嘅变化，通膨大强强，所以打了米香讲无几多粒啊。到米香来，到佢个产笋个开发来，也输咧吼，都约提去嘅。 约提其实大个吼都有影响。离开陆家乡嘅个人向南偏将近1点钟嘅车厂来到塔仁乡嘅土板村，原本抢救救嘅产价，到去年8月莫拉克风采造成嘅奶沙流全部打放脱咧。从旧之内除了起3水嘅居民，啊只好重新装设饮水嘅管线。原本当江嘅水源体已经看唔到咧，日本当地嘅居民当感慨。这个小细修一点点而已，我们去拿就可以都有木材，都有那个。 这一切都很好，哦，这个刮下来就真的很可怕。水源体这片原本还是半贴壁洞嘅冲热体点。以东部来讲的话，过去我们所掌握的10几个栖息地里面，大概有7、8成几乎都已经消失掉。根据学者统计，去年推动台入入200万只嘅农宅嘅阳台嘅数量，到800岁在之后，从村下来嘅3只主流栖息地观察，农宅嘅数量已经减到10几万只天天，作为自然生态嘅重要指标嘅改变，对人类天创入重要嘅影响，直接冲击嘅就系了到栖息地所在嘅社区发展。这些蝴蝶的生态的东西，能够造就他们社区的这些产业啊。可是呢，当我们正在起步的过程里面。 蝴蝶却消失了。莫拉克风采度推动朝鲜的50年来最严重嘅灾情，虽然在期已经一步一步进行复原嘅工作，不过当到大黑嘅问题到影响，就开始慢慢的铺上台面。对因定先天高度开发嘅傲慢，如太自然无双嘅天位之下，成为万物之灵嘅人类，能够重新学习欠比嘅反响。客家新闻中准，台东报道。